新竹竹东山区有条双平路街台南青公路巷，佢系空嘅屋嘅係2層樓，做內結數位作為建築，因為睇愛口能把經濟同民生物資如睇嘅集中睇嘅賣，清河嘅時期有酒家、離沙、煮大麥，看得出雙平嘅當時光景有一好嘅。唔過談論人現晒出去，雙平嘅經驗沒落嘅，也稀少有人客去嘅老了嘅。10年前，當地嘅社區團體希望在錯路街來展現雙平嘅風範。唔過，就算公部門也借得資源落去，實行係看唔到乜嘅氣勢。仲係認識一條喺都市邊緣影響嘅發展嘅街路。常有一位神男，還有一位蒙沙葉，這種頭可以嚟點清有神秘。雙平一個新竹業竹東以5幅南青公路順的裝頭，因為鐵絲較高又平，則本人按作雙平。雙平係一個常有303人的合作，因為係竹東和五峰山區的創業愛好，有深度物質和平地物質釋散的功能。另一本書嘅，即係講係竹東地區最繁華嘅裝頭之一。睇買雙平啊，呢啲裝要山頂要緊大啦，因為睇買雙平嘅人多，喺做起嘅先啊，苗平起唔落，所以樣嘅你也做起冇人看啊，所以樣嘅。嗰陣時，雙平還加係日產嘅檢查室，上山做生意申請嘅日產證過後，都需要2片協議約，等天業打造，呢到5峰清前提起。全部都要等幾多8點樣開始落去，所以動作是有差都要等，人口也都要調動，連捱到都落唔得啦，我傾向3斤，我落去看做乜嘅東西。讓本人落去冇做唔得。有人潮就有生意，雙平路街頭擺還加係家家戶戶都係開門做生意。前兩日3間旅社、4間酒店，頭擺人落臨床做車、山東做車，全部都係雙平，7日也可以讓進山。從日本書嘅林業、大石灘到做茶，雙平路街仲係上嘅全台各地嘅人來到一片。為了做生意，路街屋嘅形式也唔係一般印象中嘅客家老貨房，但唔少公廁都係太正嚴檢企業，都係日本式學白落漆嘅雕刻裝飾，嚟方便開店嘅好老式嘅街屋。對門南昌嗰邊只有兩家到3家係煤礦，大煤礦啊。啲礦工差唔多有200多個人啦，平常幾多啲人會攞入街度做，幾多冇賣小社會㗎，啊，到啲人先是過來，包括啲順德村莊，包括5峰、南昌、水豐，雙平啲本地5家會所有嚇，通通攞入補給站嚟啦。唔過雙平啲林業大石灘沒落過後，沙漠因為時間嘅變化，有新嘅產業要出現。路街一點清下來嘅，呢度本來係啲路街巷嘅業，辦這位目前雖然吊頂太麻扎嘅店家嘅看板，就係門窗頂嘅。街路巷看到嘅唔係老人家，最從山地度搬來嘅業，就像本人填標題嘅一個世界。炭礦就冇嚟啦，差唔多50年以後開始炭礦沒落，繼種行嗰種係攝柴，繼種係政府唔係停止，繼種係暫時啊。是點的，是開始人口是緊曬出去，本地嘅人是曬出去啦，行個地方人家曬落來啦。哎呀，他們老人家晚上去走鐵路啊，白天都去上班啦，他們都是老人家都唔卡，佢冇做冇只關燈啊，誒鄉下當普遍嘅問題啊，冇法度講嘅。人造嘅屋嘅一開始廢鐵，將路嘅順利老式嘅屠宰場做見人往裡往邊，將街屋消失。在啲10年前，文建會老社區團體就提出嚟路街再生計劃，
希望透过公部門嘅資源，本雙平路嘅風華再現。雖然投資嘅經費增收路嘅裡面，順康嘅休閒區一早嘅鋪頭，不過10年來路嘅實下係零零落落。沙期重要景點糯米橋，也係休閒農業順康嘅景觀鋪頭，也係生草大陸冇乜人意。在七八年以前哈，長期上穩減肥哈，曾經只落來為投資他們100到200，希望要下去啊，通進經濟廣。但係家唔啲人口方面、人力方面啊，地方上冇合作，大家推出嚟梗係完啦，是冇成功嘅啦。我哋到底係慢慢去推啊，種種問題，包括經濟問題。研究經濟問題，見就應該冇嘢能啦。老人家有咁嘅資訊唔拿嘛，所以很多事情都做唔行嘅啦，會偏斷到嘅。沙期嚇，佢最重人員嘛嚇，所以人本身嚇，地方上沙期度嚇，喺人老人之間係冇辦法溝通嚇，個事情冇成功。喺講過去嚇，地方上嘅沙期嘅呢組織沙期嘅人群之間嚇。冇好好溝通啊！咁樣情況下，你自己提案去做計劃啊，咁對地方嚟講冇經濟好事情啦。就算沙期對路嘅在做計劃嘅交通學實出現問題，甚至冇符合，不過也是個人言論。沙期度也陸續有啲位強壯業轉到故鄉創業，希望對自家成長嘅所在行出一條路。總你下嗰啲係節目，而家嘅軌道係節目。你也係車頭永遠會行過去，頭擺是無天橋。將車省電，就係最早轉到故鄉來做休閒產業嘅。無論係花園度本人客零價比嘅作地，也係傳統度嘅農村嘅文物錄像片，都係技術式來做以來嘅，希望用復古嘅方式來介紹農村。本樣農業風，實係同傳統客家風中意嘅做麻剪落，變做傳統嘅鐵食菜來上迎客，係利用傳統嘅樹葉種葉來做 DIY 嘅紀念品，本迎客無同樣嘅肥嘢。特別要去驗到嗰種嘅環保嘅東西啊，像蓋嘅地豆啊，你看做得拿來做成呀紀念品，迎客。然後做得帶轉去印度上面，自家做紀念嘅都做得，到那片石料嘅，那片人驗嘅，那就記錄上去，漢白誒紀念後咧，那這個轉頭來看，哎呦，頭擺那膝蓋變成有眼暗醬嘅種子。車民族一天天記到嘅腳譜，將故鄉利用種下體為景觀來鋪貼，本人客填標貼都市度嘅吵鬧。普通話佢就列為些哈平常嘅哈，佢都是冇乜嘅愛去配備了呢，是特列為民俗嘅地位度哈，是看書啊、飲茶啊，是講好腳步哈變動慢啦。特別做路嘅在做計劃嘅時節，佢哋休閒產業入閘，因熱情嘅參與，唔過留一般居民嘅交通，實也出現嘅問題。唔係講你盡量嘅去做起來，你做成年人當然想佢做起來，你是有幫助咗嘛？唔過雙片嘅沙期佢全部冇做成年人好多呢，係啊，呢部分力量太細啦。語言一夾，經過製作，係咪話本雙片路嘅變樣嘅？睇商業法，冇睇本來應該以為順播。喺我看法啊就。冇希望像嗰種嘅北部啦、女娃咁樣嘅，而家太睇到外地人來啦，買也唔係買那當地嘅東西啦，也冇真正切入那啲上海文化落去啦，路嘅門落，觀光產業冇辦法提升，實要係事實。像雙水沙期本單有是一處觀光工業，按照以來沙場村到一處工業開放10個，其他唔係房鐵，做單槍生產天地。
因為研究外流之後啊，因為前冇做，一下靠網絡正好有廣告，正好有人來，喺冇平常嘅時節，因為嗰啲強偏僻冇得太魯迅人客仍然少。最近沙琪團體仍然穩定高效，新嘅強壯派人士也有新嘅想法，想用沙琪產業嘅方式來提振沙琪嘅成績。現在是我們要把這個氣氛封起來。這條體質上道嘅，就係用白和傳統嘅產業變做特色，將傳統農家適合叫嘅糯米酒，也係由沙琪媽媽做嘅客家紅米菜，來提供民客更加多嘅選擇。所以木州來竹蕉位啦，炒鐵條位啦，喺度分享地方好發展的很為人者啦，所以是本來我想係平體嚟啦，當甜。跟一樣講嘅是好啦，去做啊！做啲教人，我當上時老人講，用慢做。包括像我哋沙琪尾媽教師有做一個所謂的風味餐啦，希望大家遊客係落地位了嘛嘅，經過食嘅問題、吃嘅咩問題，我同個地位食當麻煩，係咩做啲嘢係落地位了經過了，提埋聯絡下，我沙琪當準備喺度風味餐食嚟。其實沙琪協會提出嘅產業特色。頭擺一式取正局，將喺傳統炒飯條做適合雙평路嘅特色。唔過會停下來買嘅人客，但是係結果。啲下來買嘅人大體係來觀光的人，好多落去張學良故居啊，到五峰清泉那邊，撩嘅人好多，所以我們希望社區發展的話，更多人進來。其實嶺南前公路嘅旅遊路線圖，雙평路街唔是被人當作一個創業嘅景點，甚至連菜店休閒產業也冇聽說會出擊，然後來也偏了。因為你冇沙琪冇嗰種嘅景點不給遊客吸引啲遊客停下來啦，所以你仲可以整理有整理冇？要投資嘅問題，日本庭嘅投資嘅問題，有經濟嘅問題啊。算是先報嘅，因為佢做下生意，冇生意佢冇幹啥嘢啊。嗰啲客出來了嘅人啊，全部咩後生人啊，一般好有成都嗰種嘅人客啊，是講好少啦，所以佢要改造實在有困難啦，因為後生人佢要看人得多，其實知道城市，唔係像你講，出去行了會看嘅。建築行過看佢嘅啲淳樸嘅風景嗰度，連餐廳也冇聽說知道路街做嚟想人客，故所長期關心沙琪營造議題嘅文史工作者認為，雙평沙琪最重要嘅應該係重新認識自家文化老沙琪，唔係簡單提出計劃案。係講沙琪要重新嚟發展地方啊！第一件事情是講要重新。對自家嘅家鄉、自家嘅沙琪、自家嘅老文化有認識。第二講有眼廟講三山國龍廟嘛按從這我地方上喺講啲冇嘢廟嘅地方人群嘅結合，要團結冇簡單。從繁華到沒落，一條短短嘅路街，記錄點雙평，甚至係族獨唔同地區嘅發展歷史。經過咁多年嘅再造計劃，沙琪居民都希望路街風華再起。唔過，將有居民自發性嘅參與，真有機會，幫一條路街用居民相愛嘅方式重新發展而來。